顽皮顽皮啊，因为迄顽皮原本的网架内底写的迄个字就是伊原本嘛有请迄个老师来翻译啦我看伊顶顽皮足侪拢共翻作搞怪，这足好的台语问题哦。我若讲这个人真搞怪，还是讲这个囡仔真搞怪？搞怪到底是毋是咧讲顽皮咧？这个咱顽皮佫定定会讲到所以咱过2-3分钟了后，我即摆就是先来起这个起一个这个咱讲的话头这毋是大话头，这做起话头啦，就是先讲一个前提咱来起一个话头，或者到底顽皮咱较早迄个台语安怎讲？恁等个小想看。想讲做恁做囡仔时阵一定加减捌听过讲这个小孩好顽皮咱会安怎讲敢会将顽皮讲作搞怪咧？恁伫印象中，我相信应该是差不多各位老师拢捌听过搞怪老师请教，敢会使讲车痴？这个囡仔真车痴。咱迄个足好的议题咱等下做伙来将这个问题来甲做一个解决，安尼来甲做一个解决我即摆讲迄个议题，就是讲顽皮到底顽皮调皮免怎讲较早嘛有人讲牛头炭，牛头炭到底是啥物意思个拄后群领讲的车痴这是安怎国笔国笔个咱较早捌听讲姓克囡仔这个人真姓克。姓克到底是要安怎写个伊的意思是安怎？咱等一个做一个来讨论即马基本上迄个搞怪甲迄个调皮无法度咱伫讲直接画上等号搞怪是啥物意思？搞怪就是很难以处理个迄个啥安尼咱讲诶足歹剃头的对无？咱台语是讲真歹剃头。讲这个人真高，歹流力啊，真歹流力，对，真歹流力，对。搞怪意思是真歹流力嘛会当讲很难伺候迄个啥呢？你甲这个人有够搞怪安尼甲迄个免讲超切几落遍嘛袂好势咱咧讲个很难处理，很难迄落迄个叫做搞怪。来，咱先从搞怪这两字咱即摆讲的事拢甲。一字一字来甲扣起来拄则已经制度感谢咱宜顺老师已经拍出来，但麻烦恁从搞怪搁甲拍出来才会好势对啦，搞怪咱写这两字搞怪呢，基本上甲翻做啥？甲翻做迄个调皮是无通啦正经无通迄个好。所以，咱即马回转来，咱的这个搞怪搞怪就是咱讲真歹剃头，很难伺候，很难处理。讲这个人真搞怪这华语的甲爱作怪搞怪甲爱作怪可能无偌哇咱咱即马搁来回转去原本的咱要讲迄个啥呢？他这个囡仔很爱作怪咱台语会安怎讲？爱搞怪，爱作怪，变鬼变怪，变鬼变怪对啦，变鬼变怪，咱来讲变鬼变怪，变鬼变怪啦，真好。迄个变就是变化的变爱读作变亲像咱讲迄个啥，飞行机、飞行机飞行机起飞，安尼做啥？变无脸所以迄当阵迄个变会当读作变较好迄当阵就莫读作变过来要补充的就是咱若要讲搞笑有无搞笑咱会当讲做变诼谐，还是讲激兀人啦迄个变诼谐、激兀人，迄是迄个搞笑的意思咱台语会安尼讲特别是迄个激兀人这个词，应该是较常听到叫做激兀人好来，咱即马我看到晓玉讲到教典对搞怪的解说，咱来看伊解说。第一个较快，搞怪有当时确实是有甲迄个较快的迄个意思，有当时是有活但是共款爱看迄个啥
看画景吼，看语境吼，啊，也有迄个剪纸吼，啊，过来看，啊，过来咧，伊到原来因为教典第2条，伊搞怪有讲修调皮顽皮对无？爱作怪对无？吼，所以我即马就知影讲为虾米迄个网架内底吼，迄个讲修即个我特别甲大家说明吼。搞怪本身甲迄个顽皮、调皮，讲实在吼，基本上的本意吼是无啥活吼，是无啥活。只是讲吼，拄好有当时啊讲吼，囡仔的迄个调皮、顽皮吼，啊拄有下伊一个个性是一个搞怪，啊，迄是伫个某一个，我讲个清楚，伊是伫个某一个语境，甲拄有下着即个搞怪。搁讲一遍，就是讲搞怪吼，咱教典是第2条讲解说做调皮、顽皮、爱作怪，这个做搞怪吼。我搁讲个清楚，迄是因为拄好吼，刚好在某个语境的情况下，恰好去符合到调皮、顽皮，我迄是拄好，所以咱袂当将这个搞怪讲解说做吼，解说做调皮、顽皮。安尼就走精去啊！吼，这个是台语较困难的所在吼。所以你若是看这个搞怪哦，你直接从我讲哦，原来教典有写第2条哦，就是等于调皮顽皮吼。啊，你从我后边迄调皮顽皮拢用搞怪来代替吼，安尼就咱伫讲个走精去啊。所以这个吼台语吼较困难的所在吼，就是我一直伫强调，你要看实际语境伫讲啥吼。所以我即么甲大家说明好清楚，迄个搞怪吼，无法度直接吼讲做顽皮调皮吼，迄是拄好讲，伊伫讲迄个语境，啊拄有下着即个，还是讲迄个囡仔的迄个迄个啥诶个性本身就吼较搞怪，较歹流纳吼。好，所以即马呢吼，你看咱安尼豆开口研究，咱就会当。看到吼，台日大词典有从这个啥，有从这个地度，还是讲记住吼，加迄个啥，加打出来。咱来看伊的解说吼，伊解说地度就是吼，把人家戏弄恶作剧吼，这完全正确吼。过来第2个讲做危险的人吼，这个我是较毋捌用过，但是伊这是有写啦吼，嘿。啊，过来伊讲做调情私通嘛，用地度哦，这款的吼。即款人咱共款爱讲个清楚吼，就是讲吼，咱若看到遮，你绝对袂使讲哦。啊，我若要讲迄个啥，因有互相之间有私通款项，有在调情有私通，我后边讲地度，那安尼落证明个又个毋对啊。即个吼，共款是伫某一个情形下，伊伫讲即个调情私通，拄下迄个语境的时阵，伊是照用啦，这是讲照用去吼，讲啊，迄个。其实这个是吼，这款的，我直接讲，迄个做隐语啦，迄个隐为云吼，啥叫做隐语？就是伊无爱讲遐明，爱挑工讲另外一个词吼，来去代替这个。所以第3个解说恁爱注意哦，恁会当甲看第3个，迄个伫语言学顶管，迄个做隐语吼，隐藏的隐啦，语言的语吼。是啊，讲伊要将调情私通吼，甲讲做地度，还是讲做记住咧？就是讲吼，伊无爱直接讲，嘿，伊无爱直接去讲啥，去讲即个吼，做三魁哦，是讲甲伊吼私底下有暗通吼，迄私通咱当讲暗通啦吼。啊，因为吼有当时语言是安尼，讲遐明吼，第一吼，就感觉讲吼，会敢会直接会突破吼，所以有人讲话伊就挑工无爱讲遐明，嘿，所以即个情形吼，即个情形就是讲。要甲大家讲，恁爱看这个足注意吼，地度吼，什么时阵会当甲解说做调情私通？就是伊无爱讲遐明，伊个吼讲啊，因两个可能吼，安尼互相的安尼地度一个吼，可能吼有暗通款项吼，所以这个吼恁都爱注意。过来第4个解说做笑亏吼，这嘛是伫个某一款迄个啥语境下甲有安尼解说，所以。即马甲大家讲即个顺序啦吼，台日大词典你看伊的迄个吼解说有无吼？解说吼，伊有分第1、第2、第3、第4。一般咱拢是掠
第一个解说是主要的解说，这个我感觉直接爱讲个清楚。后边恁去看，不管是教典，还是台日大词典还是其他的迄个恁来看伊一个字词有真侪解说对无伊一般会将上接用上直接的意思摆做第一个所以地图就是迄个恶作剧戏弄爱讲蒙伫讲地图因为咱台语是讲甲人地图啦所以这是伊就排第一个过来过来迄个2、3、4差不多拢是爱看迄个语境甲情形看迄个语境甲情形，特别是第3个迄个叫做引语作用。迄个引语就是讲，我简单安尼讲啥做引语，就是咱台语有真侪话伊无爱直接讲，伊就洗边仔去举例来讲，恁大家上清楚，就是讲咱有当时无爱讲死去对无就真较紧去讲迄字死咱有当时咱就用另外一个迄个引语来代替这咱上常听到狗行去做仙去做神去有无无治的咱较早其实我伫听咱迄个啥民间上常讲已经无治的，就是过身去无治的迄个国币国币就是咱伫讲的鬼灵精怪鬼灵精怪买当解说讲有点神奇古怪，国币真正是这个意思国币甲搞怪这个基本上就咱讲正经的啦佫无关系啦国币是款讲这个人看到敢若小可有点古灵精怪、鬼灵精怪，看到敢若怪怪的迄做国币好过来佫补充一个啥欠。老师，小等下。好。这个国币我所理解就是所听过意思。有当时来讲，这个人真孤僻，小怪怪，有这个意思。现在对唔对？孤僻，你讲孤僻僻哦。唔是讲古，我唔是讲这人古灵精怪，并唔是这个意思，是讲这个人敢若很孤僻，怪怪啊。无啥爱甲人孤僻我听到孤僻僻，好，孤僻好来，咱即摆听到有2、3款啦2、3款，来还有老师无？来，我找一个老师来，好，真好，安怎讲真好？大家互相来讨论者，好，咱即摆上先的咱来看咱的赖顶管咱桂丽老师伊拄好就入去查咱来看这个国币国币的这个解说其实拄像咱老师所讲的，真正遮拢有咧。你看国币就讲咱若照华文啦伊的解说起来意思来第一个重点来咱一项一项来国币这2字无好写特别是这若是考试的时阵要甲写出来，有当时常常你就写袂出来咱看是个人的个国人的国有无迄个啥必是迄一个香有无一个芳佫一个必须边迄个必须是做迄个啥声符发音用的第一个重点咱先从字甲认清楚国币是安尼写咱来看伊意思真正伊意思就是甲咱拄正咱各位老师所补充的迄个拢有，就讲有的所在因感觉上像拄好像日清老师伊就讲做这个国币呢，因较早的迄个感觉上，也是讲伊的语感，佫无迄款古灵精怪的意思事家兄伊嘛感觉讲，就是较有迄款孤僻、歹斗阵迄款的但是拄则原来老师因细汉的时阵伊嘛有迄个孤僻，嘛有迄个啥趣味滑稽的意思，所以国币伊的意思，咱来看伊华文解说会当用伫个孤僻还是讲风趣迄个笑话插科打诨有无佫有迄个这是读个滑稽古迹，应该恁大家拢知意思啦这个滑稽佫有迄个诙谐
吼，血色就咱台语讲的迄个亏害啦吼。所以吼，咱看伊的形容下边佫有解说，伊讲吼，即个国币是一个形容词哦。第一，咱的词性爱了解吼。伊主要无共解说有两个，第一个主要是讲孤僻、歹斗阵；第二个就是咱咧讲的吼，古灵精怪、滑稽迄款的吼。形容一个人吼，的性情脾气吼特别古怪吼，特别歹斗阵吼。即当阵咱嘛在讲哦，即个人吼特别搞怪即当阵吼，你看像遮咱个如果需要搞怪即个词来做一个迄个啥协助解说吼，讲哦，即个人吼，迄个拢看着真国僻吼，真歹斗阵吼，真搞怪吼，歹迄落吼。来，时间迄个当然孤僻甲迄个插科打诨，迄是完全无共方向哦。伊遮意思是讲吼，国僻吼会当讲孤僻啦，嘿，但是吼。国僻伫个另外一个意思吼，伊会当来表示诼谐趣味啦。是当迄个咱遮吼，毋是将迄个孤僻甲插科打诨，迄个拢相等的，毋是啦。伊的意思真正是甲咱讲吼，国僻吼会当当作孤僻歹斗阵来解说吼，这是第一项吼，国僻解说。第二个。国僻的迄个啥的意思吼，就是讲吼，迄个就是讲有人伊要讲国僻吼，伊都毋是要讲做迄个孤僻，伊就是要讲做吼，即个人吼，心色国僻。即个我是正经吼，正经较早做囡仔吼，我捌听人讲，嘿，是即个。后来时间遐，请你吼，咱咧掠语词来讲吼，即个吼确实是较下迄个。国僻的解说无毋对吼，是咱咧讲的吼，奇异古怪吼。所以拄则我时仔会讲做迄个国僻吼，有迄个古灵精怪意思，就是因为遮有写奇异古怪吼，这是咱对伊的解说好哦。这个讨论真热烈，足好诶。来换无毋对啦，国僻甲调皮，这个个完全无共方向啊吼。迄个国僻都无法度甲迄个调皮迄个。做伙讲有做伙啦吼，可是国僻哦，那讲实在，照我的语感哦，搁迄个语音哦，咱会当去甲感觉起来啊，感觉起来就是讲较古怪吼古怪之中又带有一种吼难以相处的迄个感觉啊。我若掠迄个语感吼，就讲咱对一个语言的语感，掠起来是安尼啦，嘿。来，时间兄请讲。所以吼，咱即马。这么是针对国僻这个词吼来做伊解说吼。我即么个甲讲个清楚吼。我个人吼，较对伊的语感是较我啥，较我迄个吼，很古怪吼，很古怪，迄个啥呢？当然一个人的个性哦，那足古怪吼，相对的，恁参考看卖啦吼，相对的就难以相处。恁感觉安尼讲有道理吼？伊若足古怪，真正即款人哦，个无遐好斗阵啦吼。这是相对的吼，来讲啦吼。过来呢，就是讲吼，国僻吼，就是讲吼，咱台湾地区吼，人有个人是甲用伫个迄款吼，心色国僻吼。我拄则嘛讲着讲，我即较早真正吼，真正是有听人来讲。迄个人哦，都安尼哦，心色国僻所以那照伊这个形容的意思是，听起来是讲哦，那个人又有点风趣，但是又有点古灵精怪。所以其实这两个嘛无啥迄个啥，就是讲听起来嘛袂讲背道而驰啦。有个人讲看着都敢呢心色的，毋过哦，安尼个有一点神秘感啦吼，国僻吼。伫遮吼，咱拢会当看着讲，咱大家对这个啥，对这个吼语词吼，对这个语词的这个啥智重啦吼，是这个足赞的啦吼。好，来，要是伊拄则迄两字，确实是有较好，个人的个吼，一个相字旁，搁一个闭，迄个吼，迄个较通啦吼。好，过来要小解声刻吼，声刻这个词吼，来。请教各位老师，恁敢捌听过声刻这个词？捌听过？麻烦举手一下，我看这个意思还有人咧讲无？
讲这个囡仔真圣洁哦，苏家兄有，啊，佫有人有无？来，你若是有听过，你佫麻烦恁举手一下吼，我要了解讲啊，当这个语词怎么毋知，也佫有伫喘气无？怎么？像这讲笑的吼，怎么毋知讲气啊？要袂讲笑的啦。哦，敢若真少人听过吼。好，歹势哦，歹势，苏家兄，我佫甲你劳烦者。苏家兄，你佫是较早讲迄个圣客，就讲哦，这个囡仔真圣客，就讲其实伊嘛有感觉讲哦，这个囡仔哦，迄个啥吼，人讲的吼，无啥要听，也是讲吼，阮较早嘛有迄个理解讲哦，伊有迄自我主张不立强啦，嘿啊吼，啊真圣客，感觉讲哦，伊讲的才对，真正是有这个感觉吼。好，即马来甲大家讲圣客吼，这两字安怎写吼？背起举手来背起，请讲。老师，你字啦，圣客吼，嘿，迄圣吼，你讲哦，我讲这圣是安尼吼，我讲这个意思吼，伊是圣人的圣吼，咱来讲迄心灵吼，神真兴哦，咱讲这迄个啥，心灵吼真灵圣，圣甲会食果啊，捌听过？讲这神哦，外圣的圣甲会食果啊，有无？有吼，有像个会食果啊，真像嘿。嘿，我定听到，迄是一个较夸饰的讲法啦。我讲互大家听啥做啥甲会食果啊？咱较早拜神哦，咱有拜果啊吼。迄个果啊，就是大迄款有无？咱较早讲爱做果啊来拜吼。我讲吼，迄果啊，就是迄高频的高啦吼。迄啥叫做啥甲会食果？讲哦，这个神外圣外兴咧。好，你个摆个啊吼，好，敢亲像会真正会来食共款，当然无可能真正会来食啦，所以是一个譬如啦，叫做圣甲会食果啊吼。所以讲咱来讲一个人哦，真圣铁吼，真圣铁吼，意思就是讲吼，好，讲就讲好像恁听下边解说真重要，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吼，迄个圣吼，意思是讲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但是咱来讲圣客的时阵哦，恁注意听哦，你只要吼，咱讲伊圣吼，小可有负面的意思，安怎讲咧？毋是讲伊真正好像什么事情吼，好像博士嘛，无法度逐项拢知吼。意思即个圣吼，就小可吼有伫加迄个啥呢？感觉伊是臭屁啦，讲哦，你毋着遐圣，咱就逐项拢知哦。咱就讲伊圣客吼，迄个客本身，咱无讲热客啊话吼，迄个客本身就是一款吼较怪异吼，较本身有小可吼较古灵精怪的迄个感觉吼，拄甲咱拄则伫讲迄国字吼，迄个吼，有安怎有摸着一丝仔迄个感觉啦吼，所以吼，咱伫讲圣客吼，迄个啥，就是这个意思吼，来。我看遮有咱客座老师吼，有朋友问讲的问题啦，讲啥罔啥，父母的话嘛爱听吼。若无时到呢，我看贪食无补数吼，无喙齿就艰苦。这意思讲吼，有当时咱人吼，要是吼，要安尼讲啥？讲实在就是爱吼，拢爱听啦吼。迄个人讲的话拢是爱听啦，毋通感觉吼自己完全100%都对啦。嘿，咱顶个甲你讨论一下吼，你毋通感觉讲你家己上敖吼，迄个吼，感觉你上顺的时阵哦，有风就你甲驶真旁哦，毋通哦，有风毋通驶真旁吼。所以即个吼，我有照看到咱迄个方杰老师吼，方杰老师即个啥罔啥意思吼是。圣客罔圣客啦，简单的讲法，无毋对，这啥罔啥就是圣客罔圣客啦吼。圣客吼，咱继续看，伊遮讲有任性吼，毋听人讲。伊啥会任性毋听人讲？因为伊认为讲伊家己上对吼，伊讲家己上对。所以一个人是任性吼，无自知之明的时阵，即当阵是危险的，嘿啊，吼，即当阵是危险。安怎讲？伊即当阵吼，伊就会迄个吼耍帅吼，有按迄个像牌理出牌吼，不按道理做事吼。好，感谢咱这个补充吼。所以这个叫做圣客吼咱这个词吼已经拢会晓写吼。
讲遮个神明真凶，醒甲会食糕啊，吼，这个是较早人定定听到的，吼，足好个啊，吼。